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點樣喺富亨通交易系統進行開戶。註冊。第一步，喺我的選擇點擊登入。第二步，填寫手機號碼並選擇登入註冊。第三步，填寫6位數字驗證碼。第四步，設定登入密碼。確認後即完成註冊程序。線上開戶。第一步，選擇開戶。第二步，向下拉並選擇立即開戶。第三步，選擇開戶證件。第四步，上傳開戶文件。第五步，填寫身份證信息同通訊信息。第六步，選擇想開通嘅賬戶。第七步，填寫職業狀況。第八步，填寫財務背景。第九步，確認資料正確無誤。第十步，閱讀同確認美國國稅局證明。第11步，進行電子簽署。第12步，閱讀同意同確認資料披露聲明。第13步，閱讀同意同確認風險提示聲明。第14步，進行手寫簽署。第15步，選擇立即存款以核實個人身份。第16步，根據資料發起轉賬。完成後選擇我已轉賬，提交確認。第17步，提交轉賬憑證。提交後即完成開戶程序。